而家1月份其實有3件事嘅市場而家都唔係討論得好多，因為而家冚唪唥全世界嘅新聞都講緊 Venezuela 呢件事，美國街頭有人示威啊，佢哋國會又喺度嘈緊啊，所以忽略咗呢3件事。我想提出嚟俾大家研究一下。第一樣嘢呢，就有可能美國嘅最高法院呢，就有關於特朗普嗰個關稅合唔合法呢個問題，有機會係今個月出。如果要話今個月出嘅話，講緊合法同唔合法呢，當然會影響美國經濟噶咯。第二個呢，就係特朗普已經講咗今個月底之前呢，就會發佈出係究竟佢選邊一個係美聯儲嘅下一任主席。嗱，呢個就好重要嘅。而家一共都仲有5個人選俾佢揀，咁佢揀邊一個呢？對市場嘅關係重要呢，因為佢哋會顯示出究竟佢對呢個新嘅美聯儲主席有冇信心。換句說話嚟講呢，究竟美聯儲會唔會俾人哋嘅印象係仲係獨立性嘅呢？呢個非常之重要嘅。當然啦，特朗普會選一個係希望係偏向佢嘅政策，即係話要降息要降得快，又要降得多。但係美聯儲可唔可以咁做呢？如果真係咁做嘅話，對咗美聯儲係冇獨立性嘅話，市場咧就會好失望。如果失望嘅話咧，市場就會動盪得比較大。所以呢個人選選咗出嚟之後咧，究竟個市場點反應呢？就睇下個市場對呢個人嘅認識有幾多。最重要係呢個新嘅美聯儲主席會唔會保持美聯儲嘅獨立性啦？最後一樣嘢，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，暫時都唔係好多新聞報道嘅，就係今年嘅1月31號，美國嘅預算案又已經完結啦，即係話又係冇錢啦已經。嗱，舊年時係咪已經話美國政府停工咗一段時間，因為冇銀紙啊嘛，未傾掂數啊嘛，個預算案未出啊嘛，咁佢哋後尾話傾掂數嘅只係暫時性到1月31號就完，即係話1月31號呢，佢哋又要有個新預算出嚟，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又要再停工噶咯。嗱，你睇下而家今日幾多號啊？今日都已經係6號啦。咁如果話佢哋國會做唔兩邊咁傾掂數嘅話，好快又可能有一個大件事出嚟，會唔會咁嘅情況呢？政府又使唔使要停工呢？如果停工，你哋都知道市場嘅反應係點噶啦。咁啊，呢3件事，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去關注一下。大家咩意見？評論區講一講。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